5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粤剧风席卷全国。第1届粤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粤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粤剧院的陈丽宇，粤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1届的粤女争锋来说是粤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粤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大家看到了，粤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粤剧的小姑娘，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。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粤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粤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，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副牌花旦裘丹丽。我觉得那一届的粤女争锋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。首先呢，是让全国观众能够认识到了我，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23岁嘛。我特别幸运，我到上海以后跟在傅全香老师身边学习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小，然后在饮食起居上面都不是特别的
精致或者在意吧。然后老师就怕我饿着了，或者说睡得不够好。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是住在老师家里面的，然后傅老师会给我煮馄饨啊、面条啊，然后他的冰箱就是我的零食库，就是经常在他冰箱里面翻各种好吃的东西。那个时候，然后是手把手的教戏，然后呢教着教着呢，因为年轻小嘛，就感觉困了。然后说啊，那你就睡一会儿吧。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那个银儿莲子羹就烧好了，然后就吃完莲子羹，我们再复习再排戏。然后又困了又累的话，就在老师家里面睡了。然后应该说现在想起来的话，是我人生当中特别特别幸福的时刻。家葬风云台，我心欢喜。
我与他同坐都是情一生。一边走一边同治3年我男女哎呀不便分，一边走来一边我想起了18里相送到长亭。年前就是今，回忆往事，我有心有情。他曾经梅花透露成小心，哎呀，我却想你数莫掉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测了城，过了关，他曾说教父为妻把他看。家与牡丹等我看，下了山谷子塘，他曾是祠堂的鸳鸯配衬衫。不我爱对我，爱对我，爱对我。哎呀，三不呀！哎呀呀，三不呀，三不呀！梁山伯真是爱对我，哎呀，爱对我啊！
见怪你，见怪你。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，才艺展示哦，不谈了，这个简直是我的一个痛。当时有才艺展示的时候，我就一懵，那我只能唱歌啊。我想我别的好像也不太有，然后唱歌的人太多了，唱得好的人也太多了，而且花旦嘛，唱那种民歌啊，唱的感觉特别好听。那我本身就唱小生的嘛，我再去唱个民歌好像也不行。那么我只能唱歌，然后呢，我就中性一点，因为我演小生嘛，我就唱了个黄土高坡，天哪，太雷人了。那个时候小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真的是，然后就能上去唱了，唱了之后，老师们还给了我比较高的一个高分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划过。粤女争锋之后，就有很多的人认识了我杨婷娜。哪怕于我们粤语很多的年轻的粤剧演员，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粤女争锋是一个总结，然后之后又是归零，重新起步。那肯定啊，通过粤女争锋很锻炼人，然后也去跟大家切磋，也让评委老师指出我们身上不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改进、再进步。然后粤女争锋之后，我们剧院的领导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啊，给我们排了很多的戏，锻炼我们。然后我们从青涩走到了成熟，慢慢接过了老师很多身上的很多的大戏，由我们来传承，这都是从粤女争锋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。所以这个平台我是很感恩的，真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宣传了我们青年演员，大家看到了，哎，粤剧的舞台上
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越剧的小姑娘，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弘扬和宣传了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。一见先帝血泪淌。一见先帝心似江。王宗开国长年间，茶水空泉心欢畅。十字旁，江山一统排外，年岁了，才几为情可待。老乔子放南天下何不忘？称王好，尊权富过你世间强。昔人脱离，乃为天降临。测试天才长，皇兄无差，心与孝，生儿我也无能力把国保。1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越剧风席卷全国。第1届越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越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陈丽宇。越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1届的越女争锋来说是越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越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。大家看到了，哎，越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越剧的小姑娘。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，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越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越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，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越剧正青春。凡有泥沙星辰，大三魁一曲。莫非大人岳宝令尊当年就所博得之所愿？非是我，乃是李子先生。我儿膝下与王姐，饭量一贵，一位先生，此去关天动地也能不动我心吗？
我却不要了。实际为防保守，凡用轻生难熬，朝思暮盼。不虽万岁，有位先生对天一个之厚望，有说天一个把年长素之美名，为得真诀。稍稍不惜假作，凡门不惜卖田，其情其切，凡用资产必得，其在乎这一鬼乎？孙大人，为求文书，凡用于穷尽好生无数人，8年来父子传人切莫中，8年来儿孙泪下情定深，8年来天地真情才心胸，8年来千秋腾马不去。上东坐金沙里，西下望尽巴蜀去。好，讲得好，不过。书中是言，望见书中是言，言是言，可你范家常事却长得栽栽高作，生机可疑。你到底说去何来呀？常书
扪心等苦中作乐何诉去？寄藏书一字一句且为所，红藏书一张一页但为求，古藏书一册一卷原为有，玉藏书一席一叠皆一层，西藏书一箱一箱但为宝，罗藏书一门一个七封门，官天公地七归神父书还，写下忘记把书去。填一个水涨分数，莫非你不怕引来杀身之祸吗？孙大人，今日文书坑入金辉百家之书，孙自是冒恨，冒失手掌，私尽300，私尽方能流传至今，杀冒恨举死求生，此今则不存矣。孙大人，范永与你3亏了。范永。专心外求，本书真字真言传永久。天将成于斯，怎能不成真？真眷苦失传，谈得才明人。祖先查贼问，扪心真气愤。祖孙查贼问，妇女来做序。3月查贼问，问世上人，天地君亲查贼问。红砖为他把年人，范永永若造不透，这句上书中余生，满天清辉做大臣。4月间，写下黄金把书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副派旦角，我叫盛舒阳。我们当时与我们的宗师接触其实是比较少。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印象最深的，当然首先一定是跟宗师的近距离的接触。我觉得宗师能够为我们所有副派的演员来加油助阵，是我们印象最难忘的事情。傅老师他的魅力在于铿锵、饱满、炽烈的感情，所以他在舞台上会有他鲜亮、浓墨重彩的一个特点。所以往往当他的这个流派的片段在舞台上演绎完以后，观众本身的情感，他的这个情绪都是很饱胀的、很浓烈的，已经被感染到一定的程度。比如说我们传统戏当中，我们傅老师他的杨告，他在一个人物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，水袖加长一点，在10几分钟内要展示人物内在的一个层次变化。我用10几天的时间学了一个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也是觉得很难忘，因为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学过长水袖，我用10几天的时间学了个长水袖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。
我觉得在那个年龄，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们的潜力真的是迸发到极限，我很怀念那个年龄带给我们的惊喜。
1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越剧风席卷全国。第1届越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越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陈丽宇，越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1届的越女争锋来说是越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越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大家看到了，哎，越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越剧的小姑娘。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，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越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越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，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越剧正青春。这大好的一座花园，好凄凉呀！乱纷纷，
朝前奔。老了，老了。老夫苍天发问这听天鼓响声声，来了天将和天兵，这位犯法掉难逃负来。离婚眼看夫妻要离婚，他哪晓我是离经。我与他三夫成亲各一方，一步抬望齐同心，愿小佳期怀花灯，余下一世
小人世上美，世上美。天将在得烈，不免对我发动杀出刀一人。 观众朋友们，好久不见。提到粤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，思绪瞬间回到了16年前那个夏天。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，充满活力。对于粤剧新秀来讲，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来展示自我，真的是非常难得，也格外珍惜。在我身后有一个充满爱和力量的团体，在默默付出，默默地鼓励着我。大家群雄逐鹿，争相风采，走向舞台又像姐妹一样相互帮衬。那时的主场比赛是在上海举行，我们很多选手都是来自各个城市、各个地区，人生地不熟，难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，大家都是相互帮忙来解决困难。时光荏苒，我们都在成长，距离2006年已经过去16年了。但我始终觉得会有不足，也会有遗憾，但又有何妨？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我现在已经离开舞台，在文联工作，但艺术是相通的。不管我在哪个岗位，我还是会继续发挥余热。感恩每一份耕耘，感恩每一次相遇。青春的烙印，美好的时光，那些热泪盈眶、积极向上的瞬间，必将会永远留在我的回忆里。茫茫生死，何处？ 相。